喺1920年代嘅美國係一個五光十色嘅時代，爵士音樂、flapper 時裝、摩天大廈、地下酒吧等元素，處處都反映着社會嘅經濟繁榮。而荷里活更成為全球嘅電影中心，一部部經典嘅電影作品，男女主角之間嘅愛恨交纏畫面，而改變咗人們對電影同相片之間嘅品味追求，仲影響咗當時攝影嘅打燈風格添。正所謂識影影條界，唔識就影成塊。而最經典影靚條界嘅打燈方法，莫過於 Hollywood Lighting 啦。而今日我哋就走入呢個咆哮嘅20年代，睇下當時嘅電影同攝影係有幾咁精彩。Following the privations of World War I, the United States, like many Western powers,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economic prosperity in the 喺1920年代嘅美國，係一個經濟急速上升嘅時期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美國成為經濟嘅大贏家，工業突飛猛進，人民嘅收入增加咗，錢多咗，人就自然追求享受同娛樂啦。於是爵士音樂就開始流行啦。flapper 時裝、消費主義亦都慢慢興起，大家開始注重物質嘅享受。喺政治上，美國喺呢個時期推行呢個禁酒令，反而令地下酒吧同私酒文化大行其道，更添加咗呢個時代嘅狂野氣氛。呢個社會背景為電影工業發展打下咗重要基礎，戲院成為人日常娛樂嘅熱門地點，吸引咗大量嘅觀眾。荷里活喺1920年代迎來電影工業嘅第一個黃金時代。當時默片係一個主流，雖然冇對白，但憑着演員誇張嘅表情同動作，加上精心設計嘅場景同視覺效果，依然俘虜咗好多觀眾嘅心。呢個時期，好多經典電影公司，例如美高梅、派拉蒙同華納兄弟，開始慢慢建立佢哋嘅電影王國啦。好多演員好似查理卓別靈同 Mary Pickford 都喺呢個時期大放異彩，奠定咗荷里活嘅地位。為咗俾啲明星喺黑白畫面入邊更加出眾，攝影師就開始研究燈光嘅技術，於是 Hollywood Lighting 就應運而生啦。Hollywood Lighting 嘅技術核心就係創造一個強烈嘅光影對比，用黑 light 產生深色陰影同高光嘅效果，特別適合啲黑白電影同戲劇性嘅場景。通常佢哋都會用 three-point lighting system 嘅 three-point lighting， 即係 key light、fill light 同 backlight。但 Hollywood Lighting 唔只用簡單嘅 three-point lighting， 佢哋仲會調整 key light 嘅位置，製造出更加戲劇性嘅效果。佢哋仲會用 far side key， 將 key light 放喺演員面部離鏡頭最遠嗰邊，喺近側嗰塊面嗰度形成一個 Rembrandt 嘅三角形光斑。呢個技巧可以突出面部輪廓嘅深度，非常適合特寫鏡頭。據統計，當時80%嘅電影特寫鏡頭都係用呢種技術。後來王家衛電影嘅《繁花》中都借鑑咗呢個 Rembrandt Lighting 嘅打燈效果，可見呢個技術係影響深遠啊！除此之外，燈光控制亦都好重要嘅。攝影師仲會用棋板遮去多餘嘅光，用 grip 去軟化啲光線，或者用 butterfly 去過濾啲光線，精確咁做出每一幕光影嘅效果。呢個技術令電影嘅畫面充滿咗藝術感同埋情感嘅張力。但講到 Hollywood Lighting 同攝影，點可以唔提 George Herwell 呢個傳奇人物呢？ George 細個嗰時對畫畫充滿咗濃厚嘅興趣，原本佢計劃喺芝加哥灰格利神學院做神父，點知神嘅安排之下，佢去咗隔離有間芝加哥藝術學校度學畫畫。但點解佢又拎起支畫筆轉咗拎起部相機呢？其實一切都係為咗錢。
因為佢發現當時影相係比畫畫更加賺錢嘅，而且佢有畫畫嘅功底，可以自己修飾翻啲相片。於是佢就轉行做咗攝影師啦。去到1929年 ，George 嘅人生轉捩點，一個叫 Norma Shearer 嘅女演員揾上 George， 佢希望佢幫佢影一輯新嘅相。Norma 當時以美國鄰家女孩嘅清純形象而聞名，但佢好想喺電影離婚女人中飾演一個感性嘅現代女性角色，而去改變自己嘅形象。George 就用咗佢獨特嘅攝影技術，幫 Laura 影咗一輯非常感性嘅相。Laura 就拎住呢輯相俾佢喺美高梅做高層嘅老公睇啦。佢老公睇完即刻話 Darling， 我從來未見過你咁靚噶。終於 Laura 憑住呢輯相就成功攞咗個角色啦。佢仲喺1930年憑呢部電影贏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。George 嘅攝影風格係以高光影對比同神秘感而出名嘅，而佢擅長用嘅硬光同低角度攝影，令明星嘅面部輪廓更加突出，散發出一種獨特嘅魅力。喺1929年10月初，美高梅嘅高層仲想邀請 George 入去做專屬嘅攝影師，佢一開始係有啲猶豫嘅，點知同年嘅10月29號，華爾街股災爆發，經濟大蕭條開始。And the overinflated stock market plunges into a Great Depression. A financial panic grips the world. For the majority, it means the interminable line. 有如一夜之間冇晒啲錢，甚至有股票經紀跳樓自殺。喺呢個咁動盪嘅情況下， George 都係覺得有份穩陣嘅工多過四處漂泊，於是佢就接受咗美高梅嘅邀請，加入咗美高梅之後，佢嘅作品就唔單止幫咗 Laura Shearer， 仲塑造咗無數明星經典嘅形象，例如有 Joan Crawford 同 Clark Gable 成為荷里活黃金時代嘅標誌。除咗 George 之外，1920年代荷里活仲有好多出色嘅攝影師，例如有 Karen Sinclair， 仲有 Ruth Harris Lewis， 亦都係一個重要嘅人物。佢係美高梅首席女攝影師。呢一班攝影師各有風格，但佢哋都用自己嘅技術推動咗電影工業嘅視覺發展。荷里活嘅明星喺1920年代開始成為社會嘅焦點，佢哋嘅形象同生活方式影響咗大眾嘅價值觀。George 嘅攝影技術將明星變成永恆嘅偶像，佢嘅作品而家都視為藝術嘅珍品，收藏咗好多喺博物館入邊添。好多謝大家戇鳩鳩陪我哋多一日啦！荷里活係創意同夢想嘅工場，而 George Orwell 嘅作品正正反映呢個黃金時代嘅縮影。講多樣嘢俾大家知，其實佢就係 boom light 嘅發明者啦，將光影變為魔法，塑造無數明星不朽嘅傳奇。大家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點讚啦！